一直覺得平凡普通不夠好，祈求驚世故事給我遇到，才令往後覺得自豪。直到當天遇上他，成為他掌心瑰寶，虔誠的與我傾訴，還預告願意跟這一位終老。當時無知傻孩子，無疑心有夢兒，無名指看着他真心至此，便覺得美麗年華就快要開始，連密友亦真心相信能同好能同憂無瑕的這分事，為何給那些誘惑蠶食了，害我不敢見人，誰狠心至此？這是我的非凡人生嗎？一次又一次凌遲的愛，比死更差。平白無端想起一個人，不覺原來眼淚已亂拍，可以穿過傷痕重生嗎？路上那倒影仍然是他，經得起這場劇痛，總有些安慰使我痊癒是嗎？但我經已付出一個天價。